没问题，就没不客栈，侬客栈随便玩，横于明天到时侬客栈随便玩。面来走进列交，麦岛卖店，法利斯。面粗面苍狼大闸蟹，苍狼大闸蟹，多耶稣讲多耶稣讲多话，卖店法利斯面粗面苍狼大闸蟹，熬多耶稣讲多话，卖店法利斯面聪明出去，苍狼商量，大闸蟹熬多引诱耶稣讲多话，讲错话，讲多话。卖店法利斯面聪明苍狼大闸蟹，熬多耶稣讲多话。商量，苍狼大闸蟹，有的人他活着，他就是打坏主意害人，活着就是打坏主意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过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